着出口伫倒位，我渐渐失去自己。在强情的花花世界，当愿世界是个不离中。我刚刚告白那件事情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你之前在比那个森林之王的时候，你就唱了一首歌，然后呢，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想说哇，这是谁？然后我想哇是你，然后我说那首歌因为你唱了，我才回去听原唱，然后听完原唱之后，我现在是把你的版本收录在我的那个听的范围里面。你可以欣赏唱这首歌吗？哪一首？长途夜车。好啊，怎么这么好听啦？谢谢你知道我去 KTV 的时候，因为我就是习惯他的唱法，然后我就点那个灭火器的唱歌，哇，突然不会唱，抓不到。然后我就放的 YouTube 在那 KTV， 然后对着你唱，很感人呢，很好听。你再来一首嘛。好啦。所以我一直想说，希望他可以发单曲，希望未来有机会，今年不行吗？努力看看。好，你唱那个长途夜车。好，那我唱副歌。好。看不到出口伫倒位，我渐渐失去自己。在强情的花花世界，当愿世界是个不离中。看不到出口伫倒位，也不知该对对去。我只是暂时失去方向，我一定会找到回去的路。怎么那么好听啦？不是，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听的原因，是因为那阵子心情没有很好。想家。对，好感人哦，好感动。模考，伊咖喱大大。我们的情是幸福，真的很辛苦了。你先抓饱啦！谢谢老师。我们的节目时间起伏也太大了。不是因为当时，因为这首歌是讲家乡的故事，对。然后，因为我那时候没听过这首歌，只是因为我想说看一下那个森林之王好了，然后我就听到你唱这首歌，说哇，也太好听了吧！然后就希望你可以，后来你有唱一个完整版的 cover， 我还去把它听完了。然后你知道我还贴给我朋友说，赶快听这首歌，而且是贴你的版本，还不是贴灭火器的版本。好害羞，因为灭火器的版本唱的是比较摇滚的，然后你唱的是比较真的有想家的感觉，就觉得希望你可以大红大紫。好感人哦。